哟，谁过生日？我过生日吧。这是我为刘洋的粉丝见面会设计的专用蛋糕，好吃吧？是不是很有创意啊？一脸的奶油味，跟你一模一样啊。这个蛋糕得要多少钱5000。？5000？你这是做蛋糕还是炼金子呢？哎呀，怎么停电了？哎呀，谁呀？我蛋糕！快刷走了！别追了，先回房间看看有没有丢东西。对，走了。天哪！哎呀，我的衣服，我的包包。哇，安林！安林不在。哎呀，心疼死我了！安林，快来帮帮忙！哦，各位，看见没有？这是刚才那人从我房间溜走的时候手忙脚乱掉下来的，这是一单反镜片。这监控里的人看上去好面熟，像上次求我们要刘洋行踪的粉丝。就是他。原来这个人是来找刘洋信息的。你瞧他那偷偷摸摸的样，就知道他潜伏很久了吧？天哪，他不会偷窥我了吧？你以为每个人都有这嗜好啊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还真的是缺一个牛高马大的保安。自从安林走了之后，我就觉得安林无限好了，帮我们整理衣服、整理化妆品，来点吃的，来点喝的，那都是随叫随到。亲爱的，你就让他回来吧。夏菊，我跟你说啊，虽然安林这小子啊笨是笨点儿，执行任务的能力也很差，很多次也导致我们都遇到了危险，但最后我们不是令我们的智商化险为夷了吗？好的结果呀，得让人且让人了啊！夏菊，让他回来吧，我们也没把他当外人是吧？好了，愣着干嘛？赶快回去收拾。倔吧你就啊！诺。多奶少糖。不是让你走了吗？你怎么还回来啊？你是不是犯贱？你别乱翻人家安林办公室啊！想喝咖啡啊？每个人泡出来的味儿可都不同呢。你泡的这咖啡我肯定喝不了。我也喝不了。我也不会喝。该干嘛干嘛去。是，好喝，特别好喝，好喝吧？哎，来给女王让个道儿。哎呦，渴死宝宝喽！安林在就好喽。哎呦，累死宝宝了，安林哦。哎呦，好想念安宁啊！要是安林在就好了。
干什么呀？去换桶水来。换水就可以。默默守着你指缝的温暖。早餐做好了。安林有早餐吗？哦，夏觉昨晚一晚上没休息好，要不等他吃完了，我再帮你们做吧。你悄悄走来，陌生又悲哀，你让我徘徊，心跳的厉害。安林，有没有早餐吃啊？就吃这些，脑子早晚变成地沟油。你以为我愿意吃地沟油啊？那你把安宁给我找回来呗。地沟油真好吃，哎，不错，哎，你试试这肉丝儿，特别好，嘿。你说我们呀，费尽心思把这房间搞得乱七八糟的，还演了那么多戏，不就是想让他知道我们需要安宁吗？即便安林只会打扫、跑腿、做饭，那也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呀。那你们瞧瞧他这铁石心肠的，不接招啊！嘿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实行我们的第2套计划。安林，实行第2套计划。不要问我是谁，我就是悬赏，等着你来猜。如果你能找到我，并且猜到我是谁，那么这30万就是你的了，并且我将指派给你下个任务。下个任务就是寻找动作电影女主角悠悠，只要找到悠悠，这100万也是你的了。那么游戏开始吧。都是你们这些草根人，他才会死，你也去死吧！你什么人干什么？这个视频不是真的吧？对，1个月以前我就看过了。英子，你能不能不要老这样，吓死人了，好不好？我这已经消停了好几个月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1个月前就有了？我看过。参与的人还挺多，有的人在找凶手，有的人在找悬赏受害人，绝对找不到。你想啊，要那么容易找到了，干嘛拿那么多钱，6位数30万出来悬赏？那通过这个 IP 搜索的话，能找到线索吗？他账号啊是从网上买的，我查过了，买的时候就好几百个人买呢，买完以后这几百个人又把这账号给分出去了，这多大的一个数据量啊，不可能找得到。我怀疑这个视频是假的，如果是真的话，警察早就介入。话说这个 IP， 它被人篡改了多次，而且连日期它都是模糊的。这个视频呐，它是在1个月以前就已经很火了。我有朋友通过攻克后台系统找到了它的最终出处，但是这个视频在上传之前，它是设了密码的。后来28天之前，另外就有一个炒作团队把密码给破了，在网上一顿炒作呀，大家都特别关注。我们找到了这一个炒作团队，那是不是就可以找到这个东西的漏洞了呢？不是，炒作团队呀，它也是在网上来营销的。后来呀，所有的网友就只能寄托于攻克后台系统来找到视频的漏洞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网站它就火了呀，流量翻了好几百倍。不过，
网站为了防止后台系统疏漏导致用户隐私走漏，加班加点看守。目前来看，网站维持得很好，用户人数也增加了。从这整件事情上看，也有人怀疑这是网站的营销策略。好玩。我们要不要接受一下挑战呀？如你所愿，我也很想找到这个波波。那么这个视频网站是谁发的呢？谁呢？是谁呢？谁呢？安林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是安林呢？是安林发的呀。虽然这个账号不是安林现在用的微信号，但是我记住了他的登录账号，就是他。好了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再好好看看。拜拜，好好看看啊。哎，我刚刚那儿录的帅吗？我看好好看。你看那个摄像头录我帅吗？我找到证据了，这个视频是拍出来的，凶手是假的。莫瑶，你跟飞哥去东陵路的游乐园看一下，看看那里是否有个新建的游乐园，游乐园里是不是有过山车这些大型的游乐设备，再看一下这些设备附近是否有洗车站，还有十字路口，再看看十字路口的车是否拥堵，还有鸣笛的情况严不严重。好的，我们马上过去。喂，莫瑶，如果我说的这些都有的话，再看一下附近是否有人装修过，是否烧过墙。最近吗？对，最近。我们两个去了，影子干嘛呢？影子在准备需要的东西。你们2个人还不够，怎么最近实力减弱了？就减弱这么1天吧。我要不要给安林打个电话，找他和我们一块去啊？让他再好好帮帮忙，多熟悉熟悉，就不会犯错了。执行任务。是，娘娘。Madam， 系统已经装好了，随便用。在呢。我发现有人在和安林一块监视我。啊？什么？刚才我让莫瑶去游乐园找了一些东西，结果不到3分钟，就有人发了一张地图给我。如果不是有人在监视我的话，怎么可能这么快速准确的知道我想要的东西 ？Madam， 有人非常了解你的作息规律，你遇上高手了，你小心啊！哦，对，你把他的 ID 给查出来，交给我，我去帮你搞定他。算了，还是先找到波波再说。喂，莫瑶。找到了，夏雪，音频完全吻合。
好。影子，我们马上出发去游乐园。莫阳飞哥，我把夏决资料都发过去了，这还有一份，你们看一下。你小子越来越懂事了。好好干，让夏决知道你也是有本事的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飞哥，看书呢？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。莫阳，影子呢？影子啊，在他房间啊。影子，咋了？你知不知道跟踪我的人是谁？甭管他是谁，让他落到我的手上，我都帮你灭了他。到底是谁呀？夏决，跟踪你的人非常的高明，有可能他是一个男的，也有可能是女的，还有可能他不男不女，有可能他是活着的，也有可能他已经死了。但是算了，我不问了。论他活着还是死了，我都不会让他活得太舒服。哎，你说要是安妮现在被夏决找到了，那他不死定了吗？有我们3个在这儿，他准保找不到。你看着这个点，他在哪儿我们都知道，他能找得到他吗？想想，4大黑客，有3个都坐在这儿帮着，他能够找得到安妮，我信都不信。我觉得夏决这样好好玩。你有没有觉得我这个微型跟踪器放在夏决身上特别有意思？他自己都还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觉得好神秘，我出去找，我要找到谁谁谁，找不到，绝对想不到。夏决离安妮越来越近了。给安妮打个电话随机啊！喂，安玲啊，夏决果然来找你了，你小心点啊！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他找到我的。别嘚瑟，你小心点，他快出电梯了。喂，别进这个房间。我去哪？去隔壁，赶紧。抱歉，差点就被发现了。是否我们相隔太遥远，还是擦肩而过，缘分太浅？没想过结局是暗恋，从一开始就已疏远。相遇相见，等你世间繁华看遍。